再来新闻来看一个互人较无奈的新闻，为了保护农产品，果农放炮要下山沟，结果家己煞受伤。发生伫苗栗县太乡一个姓詹的果农，伊的溪仔园有几大顶的山沟，入去甲酸断。昨下晡甲朋友炸大公炮，要过节园要放炮赶这个山沟，想不到伊朋友无细致，将这个炮弹伫伊身躯边，结果一个崩了，伊的手煞受伤。 穿红衫，这个姓詹的果农徛伫路边，正手摸倒手，因为伊倒手受伤，用白布包掉咧。一个看到救护车来，拜一个，忍疼行上救护车，表情真痛苦。救护人员掀开白布检查伤势，发现讲伊的倒手的大躯母甲手地拢受伤。原来是甲朋友炸大公炮去溪仔园，讲要下这个狗。 这款一讲就是大公炮，这若放一讲，伊这威力真大，真大声，会使吓这个狗。甚至果农当时就哪顺哪放炮，结果无细致，家己煞受伤。柯民在行走中不知詹民已经在身后点燃大龙炮，不慎将左手掌及拇指炸伤。 姓詹的果农赶紧去病院抢救伊的倒手，因为为了要赶狗，放炮啊赶狗代志，炸伤家己的有够济。杀伤我的手指啊！这个负责人倒手的尾正知影，蹦转去，尾二再毛受伤，倒咧目睭嘛青眉。当时伊就是将这个炮放伫竹竿内面夹起来，甲点，结果呢炮啊无飞出去，伫竹竿内面崩，意思讲伊被崩甲重伤。哎，赶快丢掉！赶快丢掉！赶快丢掉！ 像呢，用炮啊赶入去过节园内面的狗，其实真危险。县政府建议讲，果农会使牵电网阻止这个狗入去，费用悬，抑过县政府有补助，用电网嘛比放炮赶狗较安全。